林拿内乡的乌本到坪顶这段产业道路发真侪草啊，唔那笋农要来做事真歹行，来爬山游客嘛真无方便。当地议员特别拜托到附近的国军来倒处理这草啊，互大家有一条舒适的路通行。 会知影地当看到阿兵哥来到拿来乡乌本到坪顶段的产业道路看草啊，来遮爬山游客拢甲因加油，感谢有因的斗相共，这当互大家有舒适的路会当行。足亲切的哈。嘿，阿兵哥整理你会加足好的吼。谢谢。云林县议员柯世文讲，是接到真侪民众真情，不管是想要来遮靠笋啊，或者是来遮运动的人，拢感觉路真歹行。草足长的啦吼，啊连挂笋啊吼嘛拢足无方便的啦吼，啊反正足侪足久的，啊拢无人要处理啦吼。国军弟兄吼，啊今日专工来甲将两边的草吼整理清幽，啊互爬山的人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吼。这个遮除了有农民会来遮靠笋啊，嘛有真侪民众拢会来遮爬山。 透过这摆阿兵哥的斗相共，互大家每遮经过拢感觉真舒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